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3月4日，儘管中東危機下股市急速下挫，不過戰事對香港樓市暫未帶來影響。本月內仍然有多個新盤登場，繼早前堅尼地城海寓以招標形式推售後，昨日同時再有兩個新盤公佈首批單位定價。市場預計本月展開推售的新盤隨時多達10個之多。新盤市場勢必熱鬧，永泰地產位於上水新盤雲香，昨日公佈首張價單，涉及154伙，蝕實平均尺價13,974元，比較9年前開價毗鄰的高爾夫御苑首批折實均價15,898元，低約12%，定價亦貼近區內二手尺價，一房入場費368.3萬元，釐印費低見100元。發展商形容首張價單屬馬上有水位價。同時間，新世界發展位於佐敦官涌街新盤月，昨日首推30伙，蝕實售價由408.6萬元起，蝕實車價由19,183元起，蝕實平均車價為21,008元，較同係上一期遵議首張價單的20,610元高約1.9%。首張價單包括18伙開放式戶及12伙一房戶，蝕實售價由408.6萬至611.7萬元，蝕實車價19,183至23,083元。有關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可瀏覽世紀21香港C21HK。